风台多数类目前暴风圈的范围是东南部陆地，也有偏乌地区。这半暝的时阵，风雨是上介大的。也若明仔载透早，这风台会接近金门附近，日时才会减弱。另外，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伫咧发展。气象局表示讲，上紧伫半暝就会变做今年第6号风台卡罗，按算后礼拜一会通过琉球附近。咁会影响到咱台湾，就要看这太平洋高压来做决定。大洋一直拍，刮过暴寒，受风台影响，东北部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，加偏乌继续观测到2至10米的阳悬。然后多数类风台暴风圈受到的屏东县、花莲县、加大同县，拢已经有青光风发生。24点钟内累积降雨量以屏东上济，其中太武乡已经超过660毫米。其次是台南县金峰乡、花莲县富里乡，累积雨量也拢超过330毫米。屏东春日、台东卑南、花莲秀林、雨一直落，也拢超过280毫米。气象局继续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，拜四入面了后，东北部继续有风雨，中南部风雨会较大。明天的清晨左右呢，台风会逐渐的接近金门这一带，并且登陆到中国福建。那阵雨呢是持续的，而中南部的风势呢还是比较强劲一些，要到了白天之后才会逐渐减弱。而金门这一带的风雨呢，则是要从明天清晨开始特别的留意。民间气象公司观察，风台礼拜三暗期发展出较明显的双眼象结构，受结构甲通过吕宋岛相同影响，落山脉摇摆的无情是顺环流向北北西行，环流紧缩，上强的风雨集中伫风台中心大约200公里内。恒春半岛高通地区因为雷旋雨带强降雨会继续落到拜5点半日，那海面上无情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发展，无排除拜四半暝会形成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。这个是未来会生成台风的一个路径哈，它预期是往这个浙江附近接近，等于是台湾北方的海面。整个我们西太平洋是进入一个很显著的季风潮，所以1个礼拜有一个台风，恐怕会一直持续到8月整个月的时间。目前各国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路线看法不同，有估8月初一起，伊会挖进琉球近海，敢是会影响台湾太平洋高压的势力，有关是关键。气象专家提醒，像去年海温较悬，有利风台伫远洋形成继续发展。所以挖进台湾附近的时，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规模，未能收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